今集我哋講十皇殿。十皇殿係港島上面嘅一個舊地名，今日仍然記得呢個地名嘅人咧已經唔多啦。當年嘅十皇殿就係指上環街市後面電車站以西嗰一帶嘅地方。大概喺50-60年前，喺十皇殿一帶曾經有一啲臨時搭建嘅果欄，專門做批發生意。但係後來因為收地同埋興建電話機樓，果欄就搬咗去西面嘅堅尼地城。而家嗰一帶已經面目全非，已經冇乜人記得十皇殿呢個古老嘅舊稱啦。十皇殿所講嘅，當然就係陰間各據一殿嘅10個閻羅王啦，分別係由秦廣王睇嘅第一殿，專門管理人死後嘅報到登記、生死簿審核，可以話係地獄入面嘅入境處。第二殿就係由楚江王負責嘅，專門係審判生前誹謗佛法、惡言傷人同埋蝦人嘅人。第三殿係由宋帝王所掌管，專門審判不孝父母、虐待親屬嘅人。第四殿係由五官王所掌管，審判偷盜同埋詐騙行為。第五殿就係我哋最熟悉嘅閻羅王啦，佢專門審判殺人、放火、大惡之人。第六殿係由變成王所掌管，審判奸淫邪道嘅男女。第七殿係泰山王，審判賭博、醉酒、浪費嘅行為。第八殿係都市王，審判騙取遺產、欺壓孤寡嘅人。第九殿係平等王，統轄各殿未審嘅案件，專門做結案陳詞，負責判刑嘅。而第十殿呢，就係轉輪王，根據前9殿嘅審判結果，決定轉世嘅去向，究竟係去往人道、畜生道、天道、阿修羅道，定還是係跌落地獄？呢一套以神道說教嘅愚民統治手法，其實喺晚清時期一早已經行唔通，但呢個地名就一直喺香港度流傳咗落嚟。根據一啲長者嘅憶述，喺佢哋童年嘅時候，佢哋淨係知道喺附近有一個叫做十皇殿嘅舊地名，但就從來都冇喺度見過十皇殿。而按照其他地方嘅慣例，一般十皇殿都係會喺城隍廟入面嘅，但係呢一片地區附近就並冇城隍廟。但係就有一條能夠通上半山區嘅城隍街，而十皇殿呢個地方係曾經公開執行笞刑嘅恐怖刑場。所謂嘅笞刑就係指鞭刑，因為有人受完笞刑之後受傷而死，所以1877年香港殖民地政府就廢除咗公開笞刑。你可能心諗，俾條鞭打下啫，使唔使死人啊？我同大家形容下，大家就能夠感受到鞭刑究竟有幾咁恐怖。一鞭抽落去，輕則皮膚裂開，血肉模糊；重則打穿肋骨，脾臟破裂，當場吐血而死。所以鞭刑官呢係需要經過特別訓練嘅。如果忍痛能力差啲嘅人，從第3鞭開始，就會因為精神崩潰或者係忍受唔住痛楚咧而暈低。鞭完之後，背部或者係臀部通常都會大面積潰爛，就算好返都會留低永久性嘅疤痕。你唔好以為暈咗就唔需要執行喎，在場嘅醫護人員會救翻醒你，然後等你狀態好少少嘅時候繼續執行。好多受過鞭刑嘅人憶述話，嗰種痛楚係靈魂出竅嘅級別，身體好似被撕裂一樣，心理創傷亦都會持續多年。有啲人就算傷口愈合，成世人都會有恐懼感同埋自卑感。一般法官都會根據所犯嘅罪行去判處鞭數。常見嘅鞭數係3到24鞭，但係超過10鞭其實已經係好得人驚嘅刑罰。例如而家新加坡嘅鞭刑就主要係針對重犯、非法移民、性侵犯同埋暴力犯罪等等。而十皇殿呢個地方，以前每個禮拜四負責執法嘅衙差就會喺監獄入面提押已經被判咗笞刑嘅犯人，押送嚟到呢度公開執行笞刑，打完之後再押翻去監獄入面。犯人首先會被剝去上衣，赤裸半身被綁喺服刑架上面，再由一個經過專業訓練嘅精壯非洲黑人戴上紅帽揮鞭執行笞刑。鞭係用直徑1寸粗嘅麻繩，事前會用煤油將佢浸透。就算係身體結實嘅年輕人，亦都好少有人能夠捱到3-4鞭而唔痛到暈嘅。呢一種公開執行嘅笞刑，一路去到第8任嘅港督軒尼詩就任嘅時候，先至改為喺獄中執行，唔再公開表演。
執行笞刑之前，啲衙差會喺四周圍動棍呼叫，場面相當嚴肅同埋恐怖，同十王殿嘅恐怖氣氛真係有得揮。所以當年亦都流傳一個風俗，就係約埋三五知己同埋啲小朋友一齊去十王殿嗰度睇笞刑。如果換轉你係當時嘅小朋友，你又夠唔夠膽去睇呢？今集嘅時間咧就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我係陳老師，得閒無事講下歷史，我哋下集再見。